明仔载就是旧历7月初1，传统有普渡公顶替好兄弟来照光，不过即阵已经是愈来愈少。台南有在地团体伫社区举办工作坊，互民众学做普渡公顶，传承这项民俗。 用红色的色料伫布面顶一笔一画写吉祥的话语，兼画图做装饰，背手只斗高钱参礼啊，就称做普渡公顶啊。旧历7月，民间信仰相信好兄弟啊会互人放出来，因为常在伫庙口拢通看到人挂这款顶。不过即阵时代改变，普渡公顶已经真罕看。但车间社区发展协会烦恼传统基价会失去，头摆办工作坊，互人来体验，因希望把这项百年历史的文化搁捡倒转来。特地去找了专书，让小朋友去看，然后自己再去揣摩它的样子，这样另外这个暑假就会学到有不一样的那种文化的体验。少年辈拢无接受到这的文化，就是阮伫金门有看过这种普渡公顶，啊，希望咱台南会使有这种课程的。 根据了解，普渡公顶上起头内底面是点油灯甲蜡烛，后来时代改变，才改做电火球啊来照光。这个文化伊的意思就是互好兄弟啊伫凡间会当好行路，更加重要的是代表世间人对因的心意。开礼啊、草礼啊，这种会当小可掠雨，啊会当互内底迄个灯卖安尼熄去，啊较早用的是蜡烛、蜡条，啊蜡条若是讲风雨来，就惊去压着，所以咱就放一个迄个开礼啊伫咧顶悬。啥要普渡公顶，就是讲伊为阴间风尘仆仆出来的时阵，暗夜内底有一拍灯，是不是有一个歇脚亭来当知讲啊，这阳间已经到啊吼，爱当好啊休息，是非常人性化的设施啦。 7月是朱笔的月份，文书讲出者讲，唔干那有说普渡公顶的文化尔，其实有庙宇嘛会甲本城放伫外口的五爷，甲做收银的动作，甚至有的嘛先暂时甲乌旗请你去庙内，这拢是为着尊重好兄弟啊，一当一届转来用世间的传统文化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